来看台南市的天狗日继续的传烧哦，本土病例计共已经有14例，目前判断讲是同一个传染源，搁还未传出去的趋势。台南市政府嘛加强摒扫，进行网通的密度调查哦。伫林德新公里的社区扩大采检来找出病例，望可以当减少传到社区的风险。仁德区公所的人员加加好好检查户外环境，就是看到积水物件会甲协助倒掉。上惊的就是这水无倒清气，会造成炭白棒。其实已经不多了，不多了，但是我们会同时注意它的脏乱点。对，民众在自己住家附近的环境自己清理，这个是最有效、最快速的。对，每一天都必须要有人，在我们里内、周遭附近做好。我们那个稽查的部分。台南市天狗日已经继续传10倍，下晡搁再公布增加3个病例，其中2例是晚近东区，一个是伫咧仁德区。目前是扩大采检的时阵抓到的是拄防传染，带做伙人暂时无技术症状。目前疫调结果显示无传开现象。累积台南本土病例有14例，卫生局也继续伫咧仁德成功之活动中心设扩大采检站来检着送电棒票啊，一直到至伊为止。因为我也担心那个登革热会传染到我啊。台南市卫生局表示，10月伫成功里顺459户，其中阳性有5户，发现到185个积水物件，其中有11个验出阳性，目前全部清掉药出药啊。现场有开5张寄发单，还有专门做伙来防治天狗节。记者综合报道。